最近中國出現咗一場畫面好震撼嘅極端天氣。如果你有睇到嗰幾段片，真係會以為自己睇緊咩災難片特效㗎。但係嗰啲唔係電影，係現實。重要就係發生咗中國貴陽。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咁咧，佢咧嘅聲音咧，其實唔係落大雨啦，亦都唔係落雪啦。地上面嘅白色嘅，全部都係一粒粒超大粒嘅冰雹，然後夜晚猛烈咁襲擊中國貴州省貴陽市，帶嚟重大災情。當地已經啟動咗氣象災害強對流4級應急響應。冰雹同大雨一齊落，搞到貴州嘅街道變成冰流成河，唔止水浸有20公分高，水面上面仲飄住大塊冰塊，佢車好似行緊嘅冰河咁，難以向前行。而跌咗落地嘅冰雹最大直徑有3公分，差唔多同鴿子蛋咁大。如果直接砸中人個頭，後果真係唔敢想像。貴陽前一日最低氣溫仲得返9.6度，但去到落冰雹之前嘅2號下晝，反而出咗大太陽，最高溫度衝到23.5度，大氣能量一下子就爆滿，為冰雹同暴雨提供咗充足嘅火藥。件事發生喺4月頭，貴陽突然遇到一波強對流天氣。所謂強對流，唔淨係單純落雨，而係短時間內同時出現大雨、雷電、強風，甚至冰雹呢啲破壞力極強嘅天氣現象。而今次嘅情況嚴重到成個城市幾乎變形。當日嘅畫面就係佢原本只係陰天，跟住突然開始狂風暴雨，咁耐冰雹就開始劈劈啪啪咁落嚟，而且唔係得零星幾粒，而係密密麻麻嘅不停咁落。短短時間內，成條馬路都俾白色冰雹覆蓋住，遠遠望過去，真係好似入咗冰河時期咁。最誇張嘅係呢啲冰雹唔係一下就溶，而係越積越多，甚至堆到差唔多去到車胎咁高。有司機話自己只係停個紅燈，點知再抬頭一望，成條路已經變咗做冰加水嘅混合路面，駕車根本唔敢喐，因為一踩油門就可能打滑。好多人直接困坐喺路上。有啲車甚至因為排水唔切，再加埋冰雹阻塞，導致積水好快就升高，成個交通幾乎拒地。你會發現呢個已經唔係單一災害，而係多種極端情況一齊出現，重疊埋一齊嘅複合型災害。更關鍵嘅係呢啲唔係發生咗咩偏遠山區，而係發生喺城市入面。城市本來應該係最有防護能力嘅地方。但今次貴陽嘅情況反而凸顯咗一個問題，就係當極端天氣持續時間超過咗設計標準，就算幾完善嘅城市系統都可能即刻失效。當大量雨水喺短時間內落嚟，未傾瀉落嚟，排水系統嘅唔切消化，再加埋大風將樹葉雜物吹落嚟，直接塞住嘅排水口，水排唔走，冰又堆住唔溶，成個城市就變咗做一個巨大嘅懸洪區。好多當地居民都話住咗幾十年都未見過佢嘅場面。其實呢句說話好關鍵，因為佢代表佢唔係今次特別嚴重，而係呢種級別嘅天氣而家越嚟越常見。如果你將時間拉前嚟，你會發現中國近幾年嘅極端天氣其實係一條好明顯嘅上升曲線。2021年河南鄭州發生嘅歷史性暴雨，1個鐘頭嘅降雨量打破咗紀錄，成個城市佢唔切反應。地鐵直接俾洪水灌入，造成嚴重傷亡。嗰一次令好多人第一次意識到，嚟到都市其實喺極端降雨面前係好脆弱嘅。去到2022年，長江流域出現異常高溫同乾旱，氣溫長時間維持咗極高水平，唔單止令市民難以生活，連電力供應都受影響，水力發電量下降，工廠要限電，甚至連河渠都乾到見底。去到2023年，北京同河北又出現強降雨，引發大規模洪災，有啲村莊直接俾水沖渠，基建損失慘重。當時就有人討論話呢種降雨強度其實已經遠超當初設計嘅防洪標準。去到呢1-2年，南方地區好似廣東，差唔多每年都會出現強對流天氣，而且情況越嚟越極端，暴雨、冰雹、雷電。有時甚至連龍捲風都會同一日出現輪流嘅，即係話而家嘅問題已經唔係淨係某個地方天氣差，而係成個氣候系統出咗事，而家變得越嚟越唔穩定。
呢種唔穩定帶嚟嘅影響唔淨止係災害本身，仲會直接衝擊城市運作。好多中國城市過去幾十年發展得好快，基建好多時都係根據過去嘅氣候數據嘅設計。換句話講，佢哋其實係為咗應付以前發生過嘅情況而建嘅，唔係為咗而家呢種極端天氣成日出現嘅環境設計。當落雨強度加倍，排水系統就會頂唔順；當氣溫異常升高，電網就會頂住壓力。冰雹變大變密，交通同建築物都會受影響。呢個都係點解好似貴陽咁嘅事件會令人覺得特別震撼，因為佢令大家見到一樣嘢：城市嘅安全其實係有極限嘅。更加要留意嘅係呢啲極端天氣發生嘅頻率而家越嚟越高。以前可能幾年先有一次極端事件，而家差唔多每年都有，仲有機會喺唔同地區輪流發生。當災害由例外變成常態，成個社會就要重新諗過點樣應對。但現實係，多數地方嘅準備其實仲停留咗以前，好多城市都仲係用舊有標準去規劃排水、防洪同電力系統，甚至面對災害時，應變機制都未必追得上變化嘅速度。所以每次有極端天氣發生，都會見到差唔多嘅情景：水浸、交通離阻、居民被困。講翻今次貴陽嘅冰雹，其實佢唔淨止係一次天氣事件，而係一個警號。佢提醒大家，氣候變化唔係一個遙遠嘅概念，而係而家緊係發生緊，而且影響越嚟越直接。由暴雨、乾旱到冰雹、強風，呢啲睇落好似唔同嘅現象，其實背後都係同一個問題。就係成個氣候系統而家失衡緊。最後可以留個問題俾大家睇下：如果今日呢場冰河時期級數嘅冰雹唔係發生咗貴陽，而係發生咗你每日生活嘅城市，你準備好未？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呢啲災害離自己好遠，但事實係佢哋一步一步嘅逼近，而真正嘅分別唔係會唔會發生，而係到咗真係發生嗰日，我哋嘅城市有啲能力頂得住。對極端氣候變遷有咩睇法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亦都唔好唔記得嘅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如果有時間，麻煩幫我將廣告攬晒，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呢條片就差唔多時間噶啦，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地產嘅消息，而呢啲嘅消息就唔方便喺呢個公開嘅 YouTube 頻道講嘅話，就可以加入我哋呢個拉人哥嘅 Patreon呢個會員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